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常常听人讲，这到底是啥物碗糕？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碗糕这字糕。其实糕就是用糯米或者是五谷类淀粉了后掺糖，再搁用模仔印想要做的形。吹五色了后就是糕仔，有一寡无掺糖、掺油，也搁有咸的配料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拄则讲到的碗糕。头前讲到粿大部分拢是米浆做的，若是糕有的是米，有的是用豆仔类做的。所以咱听人讲碗糕，也毋过即马无人伫咧讲碗糕，即马咱拢讲是碗粿。其实古早台语大词典都有碗糕这个词，就是米浸水下了后，底伫咧碗的就去吹的粿，也就是碗糕。即马另外搁一个意思就是讲啥物，像讲啥物碗糕，意思就是啥物意思。话搁讲倒转来，头前讲到分类嘛有例外，像讲油炸粿，其实就无成粿。咱看到第二个词，读做米糕，也就是做米掺酒，也搁有料了后吹做饭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创业食米，雄雄一个甲看，唔知到底是啥物碗糕；详细一个甲看，原来这是米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糕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